新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初5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继续关心地震。4月初3迄天，花莲发生7.2大地震，地震了后，今仔日第3天，根据内政部消防署上新的统计，地震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1106个人受伤，也佫有18个人即马失联，目前也佫有705个人掉伫山区，爱等待救援。花莲县政府昨昏是有去每一个安置所说明补助的办法。也若今仔日，消防人员会继续入去山区，找找也掉伫内底的民众。地震过后第3天，救援人员继续进入重灾区，稳保加救援受困的民众。花莲县政府测试陆续到各安置所在开说明会，各局处向民众说明灾害救助金核发标准甲减税办法。佮公布19间旅馆、168间房间开放救灾人员甲灾民3天免费来住。这里是9驱动隧道对外的道路，目前落实频繁，初步评估不建议持续通行。原本按算初时暗时用畅通台北线加9曲动路段173.5K， 因为道路正下，现场医院石头一直连落来，抢救作业真困难。按算爱到今仔日下晡3点才用畅通，空勤总队也会看天气状况，派空中直升机救援。中环公路今日重点搜救地点是沙卡党步道，热水合流龙野区受困18人，加9曲动受困10人，沙卡党步道失联的一家5个人。加小地网络看出相片，加放伫停车场的车，表示亲人甲即马拢无消息，非常烦恼因的安全。搜救人员指出，昨已经伫沙卡党步道来回敲碎3遍，然后拢无发现失联的民众。今仔日会带搜救犬来加强敲碎。记者综合报道。中环内底即摆也佫有真侪人，是因为路袂通，才掉伫内底。今仔日的搜救重点就伫遮。目前台记者郭碧君、林旭凯人就伫中环道路局牌楼搜救队的行动基地遐。有看到早起的时，搜救人员已经准备要出动，要继续去山区找找。咱随甲镜头连线互第一遐的台记者郭碧君，请碧君甲咱讲上新的情形。碧君。是记者即马人伫咧台北线的中环路段，受即个地震影响上大的路段，佮有即个台北线的中环路段。为即个中环的牌楼到中环的新木地区是有一所在崩山路石所地是有受即个交通管制。伫咧即个牌楼进前差不多700公尺左右的所在，即个搜救队也伫头路国公务段有成立即个行动基地。伫咧今仔日早时约7点的时阵，因也开始即个搜救工作的准备，咱来看因准备的状况。根据花莲县政府的估计，头路国地区等待救援的民众也有633个，其中包括这个精英酒店有466人，天祥的活动中心有73人，西部国小有60人，9曲动有10人，社区有20人，又佫有游客4人。目前规划除了看公路总局台北线的手通状况来救援以外，这个空勤总队也会看天气状况出动直升机来救援。但是今仔日的天气，会再看到是乌阴，加上这个预报资料，落雨机会通到50%，加上即马地震尾发生是已经超过480层。也若这个救援状况如何，救援速度如何，也要过来看这个环境的状况。以上是公司台记台来自塔拉库的连线报道。多谢碧君，继续关心这场大地震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伫小水陆步道有找到第10个死者，另外也佫有上千人受伤。搜救人员透过空翕机，即马有发现讲天祥精英酒店的人员有红色的机仔咧讨救兵，搜救队嘛用行的入去中环，伫175公里的所在有救出超过40个人。也毋过到目前为止，即马精英酒店的游客也佫有员工，也佫有超过600人，即马也未出来。空翕机为天顶翕落来，台北线一个免隧道翕到有人求救的画面，在场的人一直热手摇人红旗仔，后壁有一台巴士互石头讲歹去，研判就是天祥精英酒店的人。搜救人员快速出动，行入去中环175公里的所在，四界拢是放落来石头，规个硬碰碰。找到精英的员工，也有游客，算算超过40人。民众互人解救了后，心内也惊甲目屎流落来。都一直砸下来，很恐怖，都睡不好。那种恐怖的景象真的是
体验过程是不想再有第二次。经过正久的等待，总算互人救出来。看到亲友虽受难，毋过有人互石头结痂骨折，还有人头受伤，好佳在拢无生命危险。另外一个队伍伫还佫一直地动，就冒险开车入去山外川救援，然后差点叫石头击着。后退，后退。埔罗湾山外村超过100人平安落山，另外一边沙卡当步道救援人员半身浸入水内，惊险绕过溪救一个伤者。德卡伦步道搜救安有好消息，啊，毋过伫小水路步道发现有一个人死亡，遗体被互石头缀掉的。途中经过了3个淹水湖，还有4个大崩壁。那我们现在到达这个溪谷之后，发现只好预计用吊挂的方式。It's just to go against the wall of the cliff, try to shelter myself like this, and then a few seconds later, I just got a rain of rocks. 前一暝，特搜队暗摸摸入去烟仔口救出11个民众。花莲县真侪矿区原来有人掉伫内底，直升机初时早起向和平矿区空投物资了后，加60多人修炼线撤离。伫和平矿区这个所在是吊挂一个死者的遗体，佮用直升机后送6个工人。哇，那个石头太多了，哇，像子弹一样啊！哎呀，从上面这样，不知道跑哪里啊！哇，我们都怕沙包，我们就都在沙包后面。那个台八线之后，那后面就是用步行的方式接近，应该也是险象环生了不落石不断。然后路况也非常的糟糕。因为强烈地动和中远的灾情真济，后续会看路段抢修通车的状况，特搜队会持续入去搜查，了解是毋是还有人掉伫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市区的部分，花莲规模7.2个大地震了后，这是造成市区天王星大楼起起要倒，因为有住户罹难，昨昏经过检察官勘验了后，今仔日会开始拆。因若伫市区的北边街倒去的面体，昨暗已经拆煞，今仔日早起路地随步点加。厝拆掉了后，这公司人员检查讲说，这伫花莲北平街的5楼建物受强烈地震影响，拜四暗时8点半已经拆完。啊，不过大60几年的厝都安尼无啊，互等于现场的住户是真伤心。爸爸晚上都一直念说，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生活必需品现在就是变垃圾了，我只能说化为乌有。路面清洗了后，已经开放通车。建设处按算拜5早起8点，固定6点加。另外，天王星大楼因为找角度佫增加，加上一个住户不幸罹难。检察官拜4早起到场勘查，也请专家坐分推车正心处理暗头加这物件，要调查清楚大楼设计甲结构是不是符合当年法规。最主要是求得它混凝土的一个强度。那至于后续在拆除的过程，我们还会着断去保存它的一个钢筋的一个完整性。官府确认天王星大楼拜5早起就被拆掉，机具已经在现场。佮表示目前建物的稳定度也算有够，6.5上下了。那稳定度的部分是足够的，所以我们明天会从最上面那一个基地台那边开始试拆，然后目前会在连夜把立祥这一侧的那个施工的帷幕先做好。拆除作业会为大楼顶向下卡拆，当中会将民众无受破坏财产交由警方，提供民众认领。不过因为安全考虑，未开放予住户进入大楼，提财物物品。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天王星大楼倒去，造成一个人死亡。昨昏检察官已经去调查煞，今仔日准备要开始拆。因为这栋大楼的边仔拢是玻璃，所以要拆有较够工，按算爱拆1礼拜。现场上新的情形，咱即马嘛要连线互人伫现场的台记者钟义辉。是主播记者目前带大家来关心花莲天王星大楼上新的状况。伫现场会当看到有真侪机械，嘛用铁板把大楼封起来，准备要把大楼拆落来。为着要配合检方的调查，技术检察官伫昨暝7点外，把大楼每一层楼拢有采样来判断大楼结构敢有按照图来施工，钢筋的数量敢有够。要知影大楼因为地动起起的原因是啥物？因为天王星大楼边仔就是饭店，因为大楼倒去，这几天饭店拢无法度做生意，因的影响嘛真大。来听饭店人员的访问。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再去估计，因为饭店内，例如说水塔、
管路这些，我们全部都要请人重新检查。那因为在这个当下，因为它还没有拆除，所以我没有办法派人员进去做一间一间的检查，到底财损的部分有多少。 然后损坏的东西有多少？小等者大楼现场就会进行动工拜拜仪式，来祈求拆除工程会当顺利。另外，嘛会用3根杠牛要甲大楼constru掉的，尾仔伫下晡1点就会开始甲大楼拆除，会先为上顶悬的基地台开始拆。 拆除了后，会先把玻璃拍破来观察大楼内面的状况。另外，为着要保护天龙城大楼隔壁饭店未受影响，现场是已经把保护措施做好。技师表示讲，拆除时间要1礼拜，会先评估大楼的稳定。落尾根据参与的结果，武好清楚这摆大楼起起原因到底是啥物。以上就是记者伫天龙城大楼上新的状况。即马把时间交予主播。 咱多谢议会，我刷来个警察镜头来去中环，因为伫拄则8点半左右，搜救人员经过直升机，透过直升机有救出来今仔日头一批掉伫山区的民众，计共有9个人。咱刷来个镜头交予伫中环台记者郭碧君。 头拄我8点半的时阵，搜救人员是继续为精英酒店内底救9个人出来，是经由直升机来救救啊！头拄因也来到这个行动基地做初步的救援，咱来看头拄的画面。是这摆为精英酒店救出来的人，计共有9个人，其中是有新的妇女，也个有囡仔，其中也个有就是脚有受玻璃刮伤的老大人。 根据了解，大部分拢是有慢性病的民众，也是有新的妇女，甚至是囡仔是优先先由直升机来救出来。做落来状况如何？公司台记台会继续掌握。以上是来自公司台记台的连线报道。多谢碧君，若是有上新的消息，会随为观众朋友插播。继续关心行政长陈建仁伫昨昏又去放假真严重、放假真热力的花莲秀林乡总德地区去遐了解灾情。秀林乡大会的主席嘛当面向行政院长陈情，讲目前因还阁有100多人失去联络，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斗3工。秀林乡代表会主席当面向行政院长陈情，讲失联的人数甲县府的统计有差，即马还阁有100多位族人联络袂到。 那现在表定上有看到一些失踪的人数，其实还不止。那在这里，希望我们院长能够帮我们秀林乡的村民，大家都失联的，真的很可怜。100多都是在哪里？都是富士、崇德跟秀林的人啊。目前还失联，对。陈建仁请秀林乡长，搁再加花莲县府确认清查人数，也当直接加中央应变中心通报。县政府报告的这个数据呢，很显然有低估的现象。 那这样的一个低估的情形呢，我也希望乡长或者是代表可以透过我们通报的管道呢也可以跟我们中央应变中心能够来通报。总直管制站伫咧大地动了就是封锁，因为还有地动尾一直伫咧摇，所以居民伫吹沙下头就被撤离。经过一间登记出来看，也是惊，有一个开店的担心路唔知当时正会通，会影响因的生活。昨天大地震完一直有持续余震，所以它会陆续一直掉下来。一个月敢会好？无可能啊！本来想讲清明节几工啊连假看，有寡生意好做，即摆拢无啊。附近的总德国小虽然有一寡灾情，不过运动场也是暂时设置收容所，后边将偏难。很恐怖，很担心家庭。哦，那你家里有怎样吗？轻钢架掉下来跟那个天花板。预计停水会到什么时候？有通知你们吗？没有。那生活上是不是很大不方便？蛮大。虽然地震过了，生活真无方便，不过大部分的秀林乡民讲，日子也是会过，希望苏花公路会让赶紧修理好势通车。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大地震，花莲有真侪建筑物起起倒起，受灾户无所在住，有的已经先去投靠亲人，也若有的是去住收容中心。花莲县政府是鼓励受灾户爱赶紧去申请补助，先找所在住落来，先稳定，再来按算未来。设备器具家里的时候，因为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地震来了，自贵拢毁坏去，家伙拢袂付的款。参加关顾救灾社会救助的说明会受灾居民真担心。这边地震花莲县几多栋建筑物倒去死去，像这位小先生用退休金买2户天龙井的小平座厝，
自倒去钱也无啊，希望政府斗3工。看政府能不能有效的帮忙啊，就是那个善款专用这一方面要比上次做得好一点。本来大家讲熟悉的厝，规个倒去。萧先生做志工做10几年啊，怎么暂时住伫咧旧厝？也毋过有一寡人是无所在通去，住伫咧收容中心，也有人去靠亲情或者是大饭店。前面连假煞了，爱登去上班上课，希望先解决大问题。它只有3天的期限，3天期限以后，我们到底要住哪里呢？小朋友要读那个迷你国小，他要上学怎么办？伫即马受灾安置的民众已经超过200人，官府提供安全救助方案，予受灾民众申请，一号有290万块的补助，会当用这寡钱先去洗厝。这边受灾居民内面有囡仔，世界展望会也伫咧地动了，伫中华国小收容中心设专区，安搭这寡囡仔的心情。给他们玩的玩具或是挑的绘本，都是比较不要触碰他们心灵上面对地震的东西。对，然后这也是我们早上会一直在做的，就是在发生灾前的时候，我们会建立我们的儿童天地，让孩子能够在玩的过程当中去忽略那个害怕的经验。用铁道米啊、画图本引导这寡囡仔消脱心内对地动的惊吓，希望会当减少囡仔因对家园突然间改变的紧张感。官府建议民众先找长期大的所在，初步先稳定落来了，结果来面对未来重建家园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锋面通过，桃园以北宜兰温度拢会下降，会比昨昏降6、7度。咱来看温度。北台湾伫今仔日日时的时温度大约是22度至24度，已经无昨遐热。新竹、苗栗、花莲、台东是有25度至29度。中南部的温度是和昨昏差不多的，会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气象局是有继续针对嘉义、高雄、屏东发布柑仔色的灯号，民众就要设置36度以上的高温。伫雨水这方面影响北台湾，也搁有东半部，规家拢是不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毋过这波方面的结构较散，所以落雨时间袂遐长。也毋过呢，明仔载甲后日天气变化会较大，因为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甚至会落雷公雨。嘛要提醒乡亲，最近是一直有地动尾一直咧摇，刷落来搁要落大雨啊！山区就爱设置土石流，乡亲毋通挖进山区。加综合报道。来关心清明连假前一天，花莲发生大地震，山崩地裂，交通受影响。这嘛地思讲，这届连假花莲的停放率有7成5，也毋过地震了后，即嘛剩2成。花莲的观光协会就估计讲，可能即嘛要等到休热，生理才会恢复。另外，伫花莲隔壁的台东，生理嘛受影响。花莲大地震过后，转来到历史真久的花莲国军英雄馆，外壁规个碧起扭条弯桥变形，紧急救封锁线禁止挖过来。业者讲目前除了找结构技术评估补强，卖暂停营业1个月。后续有人打电话进来，或是运用网络来定位的订房的，我们都直接跟他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营业。那已经有付定金的，我们都会在下个礼拜1正式上班之后，会把这些相关的资料会全额的退款。另外一边，就伫出去的天龙城大楼边，这间旅馆虽然建筑结构无受损，但是同款来暂停营业。一个是安全考虑，搁来是原本清明连假订房率有7成5，即马落个干那剩2成到2成5。清明连假期间，因为地震关系无法前来的客人，我们所有的会员饭店大家也都提供了弹性的做法，包含免费退费，或者是可以选择保留定金使用，3到6个月。花莲观光协会估计4月到10月，花莲的观光有可能规个拢乌有去啊，爱到休热才会回温。不过，正晚花莲的台东观光嘛受到真大的影响，有名的景点撇拢大多。清明连假游客数无偌济，咖啡餐车和收费停车场的业者拢在等人客来。租车的业者讲，退订电话是接不了。很多旅行社本来是连假要来这边骑车的，昨天取消了5组客人，少了300多个游客，影响非常的大，至少影响了5、6成的生意。清明连假第一天，一大堆往返花东的车，拢该行台九线南回公路。屏东的枋寮分局是紧急南下调拨车道来营运。根据统计，要去花东的台九线南回公路到初时下晡4点，车流量到14833台，和过年比是增加要2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地动了后，第7地是表示讲监管厂互关的状况，目前监管厂的设备互关率已经超过8成，全台湾的工地确定安全了后，伫昨昏嘛拢已经恢复施工。供应链这部分宝贵的监管重心咧生产，上无就爱需要1个月至2个月，因若3奈米甲5奈米，才会生前的制定较9工，所以爱3个月。来关心咧读报，卫福部健保署有公告讲，今年上新的药价会是对4月初1开始实施。若药价调整了后，医疗院所就爱甲药厂来重新讲这药的介绍。若是药厂无愿意落价，民众即马就烦恼讲，安尼病院敢会为着考虑成本，出现换药用的风潮。来关心中国时报。饲动物伴主人若是高不奖无法度去继续饲，是会使甲这动物送去动物收容所。也毋过即马嘛发现讲，真侪主人拢无老实讲，是因为动物破病啊，因才无愿意搁继续饲。这是互台北市的动保处真困扰。动保处即马要修改作业要点，对5月份开始，要强制要求主人，若是要甲动物送去收容的时，就爱甲动物的就医的记录，嘛爱有抽血的检查，才会证明的物件。继续关心新北市环状线环状捷运，因为受地动的影响，有一段铁基路是规个凸起。新北市政府讲，即马环状线营运会分3阶段来恢复。中和站到大坪林站，按算4月初8就会当恢复。因若较食力、较严重的中原站到板新站，就爱请专家学者先来检测，爱确认安全无问题才会开放。接驳车内民众排队上车，花莲7.2的地动，新北环状线受影响。中原站到板新站有更伤牛走位的情形，迄当阵随停驶，到下昼局部恢复通车。市府也协调公车业者加开免费接驳公车。这个连假本来也有安排要去中和一些地方。但是呢，就是现在确实就会没有办法。那公车比较不方便，不方便啊！以前做这个比较快啊，做这个当然比较慢，这一定的。民众讲无一分真无方便。新北环状线规划3阶段恢复营运，即马已经达成第1阶段邦桥站到新北产业园区单线双向运行，第2阶段中和站到大坪林站，希望伫4月初8大家上班的时阵恢复。因若第3阶段中原站到板新站，因为更伤牛走会，就要请专家学者检查到安全无问题才会开放。中和站到大坪林站，我们希望在检测安全无虞底下，能够在4月8号，在上班时间呢，能够恢复来通车。中原段到板新站，这个因为钢梁的错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请专家学者不断的检测。爱分3阶段做好交通运输，新北环状线才能恢复通车。在这段期间，市府也启动免费公车接驳，早起6点到暗时12点，尖峰时阵10到15分钟，离峰20到30分钟一班车，减少民众的无方便。公共附近有封锁线，民众趁机会转去厝款机会。受地动影响，新北市土城延吉街公寓受损，表面有真侪大细碎壁损。虽然土木技师检测了讲部分安全无问题，民众也是惊唔敢转去住。住在里面觉得心惊胆跳的。虽然说建公司说可以住，但是其实还是会有点怕的。严重的。那我们只是把要用的东西拿着，衣服拿着，那也不知道何去何从。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不知道。有厝无通转去，就等结果技师进一步做安全评估。要大河讲临时收容只敢提供1天，验过社会局定清讲，到4月初9之前，拢有提供临时收容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过来花莲，咱继续关心花莲的灾情，因为这届地震，花莲有真侪对外车路拢断去，亲像苏花公路的清水桥路段放弃了后，那这抓是花莲唯一和宜兰相接的车路，即马呢当地抢通当地时间，按算是拜6暗6点，会先透过便道和细只车通过。另外，伫台铁的中德火车头，嘛因为地震的关系，更紧走出来泰鲁那个龟头卡，目前是无法度互旅客伫遮使用的，若修复的时间目前嘛也无法度确定。
树仔车路因为地动崩山满四界拢沙土，不时阁有石头继续为山壁落落来。这是苏花公路的中德管制站路段，为着避通车，已经出动怪手赶紧处理。苏花公路影响严重的路段，阁有规个地基拢崩落的下清水桥、抢救南道关。下晡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交通部长王国才到中德路段视察，讲下清水桥会先加强以前的旧桥，让细只车通行。最重要是台9线苏花公路的下清水桥的断桥，那断桥这一段是没有替代道路，所以一定是要抢通才能够从花莲往宜兰走。在4月6号，那么下午6点以前，先完成临时变道。那这个临时变道可以通过小型车，然后大概4米左右。苏花公路中德管制站附近是营啊满四界，现场嘛会使看到有工作人员在咧清理道路，希望会使赶紧通车。行到边仔的中德火车头，这个火车头因为月台损害，已经无法度予旅客使用，目前只有载货的火车会使直接停靠。过台太路落落的条也有必损，中德火车头虽讲铁路无因为地动损害，但是过台就无乐观。载客火车袂使直接上路旅客，修复的时间目前也3无钟。崇德站啊，因为它比较靠近啊，我们这次落实区啊，所以它有结构上的一个疑虑哈。那我们为了安全第一嘛。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崇德站没有办理客运。花莲大地东甲部分东部地区对外道路拢摇动，经过抢救代替表示，拜市铁路专线已经正常，村中的火车头一旦结果鉴定，才通决定后一步。苏花公路上尾的抢救路段下清水桥，按算拜6点通予细只车行，5月底开放大只车行，年底才通完成重建。陈文灿表示，大只车即阵爱先以台北线接中环，也是行南回公路做替代方案。记者林友凯花莲报道。花莲灾情严重，花莲有125间中小学，就有68间伫即届地动了后传出灾情。其中上界严重的是花莲女中，其他就亲像是物件落落来，也是壁倒翘壳食的。花莲县的教育处表示，会趁年假，甲会当修理的赶紧整理，后礼拜1时，互学生囡仔会当正常上课。台湾是发生大地动，花莲嘛有真侪项拢受损，会当看到这支条啊是规个拢已经闭起，连钢筋嘛拢歪起，是好加侪无学生受伤。花莲女中是即届地动受损上严重的学校，校方表示讲，学校的大楼拢是合法的，过去地动嘛无发生遮尔严重的损害，这是头一摆，无真长咧等待后续的拆除工程。这届是上大的一届，所以学校迄间大楼因为4楼嘛足重的，所以伊承受不了，所以。家人来帮就无法度。毋过，就家长烦恼，因为综合大楼离上课教室上近，毋忙会当甲时间缩短，才袂去影响到学生学习。时间发生在学期中间，所以课程也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走。然后我们非常希望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拆除我们这一栋的综合大楼。根据花莲县政府的统计，花莲县拢总125间国中小学，即届地动有68间学校传出灾情，受损情形大多拢是天崩落落来，条啊钢体歪起，灰啊落伫涂骹顶顶。另外嘛有3间学校是请国军斗3工清理，其中水管阁小是较严重，因为是昨雨病落去。一段较歹清，目前花莲县校园灾损的金额搁在统计。在国中小灾损部分呢，主要有天花板轻钢架的一个掉落，还有学校的柜子物品的一个掉落跟倒塌的部分，还有设施设备的一个损坏这样子。花莲县教育处表示讲，即摆加载无学生囡仔受伤，另外中央嘛有补助1000万，互学校会当做修复的经费，伫清明连假即几天会赶紧清理，才袂影响到连假过后的上课。记者钟义辉、顾昭荣花莲报道。今日是清明连假的第2天，高公局是预告讲，伫今日早起落南的车会真多。另外，受地动的影响，代替宜兰苏澳到花莲秀林这一段经过抢修，火车已经会当全线通车。透早往花东的旅客来台北车站坐车，代替公司抢通苏澳到秀林路段了后，4月7日已经全线通车。另外，台9线公路中段代替另外加开宜兰往花莲的区间快车拢总值班。我原本是昨天的班车，所以我就延到今天，就是在延后买票。
怕一开就有落石之类，回不了家，有点怕。强烈地动拍乱东台湾的交通，台铁公司宣布4月初5早起搁加开一班上南往花莲的自强号，因为强烈地动了后，开车去花东的旅客减少。高速公路局嘛取消国道5号石碇到平南入口封闭的措施。西部国道伫连假头一天路南的车流量大，扫望厝外车真多，真侪路段塞车，时速捌伫20公里左右。高速公路局预测4月初5早起路南一寡路段也是会车侪较慢行。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路段、果山南向的综合至关系路段，以及国一高架的南向机场系统至杨梅路段，预计在早上5点开始会有车流出现，预计会持续到中午12点左右逐渐疏解。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嘛到台北车站视察连假的疏运，对初3捌出现大量民众伫上山甲台中等飞机去华东。交通部表示，初时已经搁飞一班往花莲的加班机，因为铁路已经抢通，估计连假期间往回华东航空疏运量应该有够。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发生大地震，嘛引起国际上的关心。美国白宫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拢有发出声明，表示讲因拢准备好势，随时会使来甲台湾斗相共。咱总统蔡英文昨昏嘛是去台北车头联合灾防中心去视察即马运输的情形，嘛感谢相关人员的付出。4月初3花莲强烈地震，东部的交通受到严重的破坏。经过透明抢修，台铁宣布提前恢复正常双向通车，解除花莲高度的危机。不过花东路廊依然等待修理。前面连假第一天，蔡总统到台北车站联合灾防中心视察。台铁也在今天已经恢复双线的通车，对东部的疏运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损害比较严重的是苏花公路，其中下清水桥的段落最为关键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同仁的辛劳。那我也要拜托大家持续积极应变，密切注意疏运的状况，随时调整运能。蔡总统伫台北，行政院长陈建仁加准副总统萧美琴是到花莲灾害应变中心了解灾情。国际社会正关心，美国白宫加国务院发表声明，讲随时准备支援台湾。We stand ready to support the people of Taiwan at this difficult time. USAID staff in the region and here in Washington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warnings and will remai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nd are ready to provide assistance if necessary. Canada stands ready to provide support and have reached out to Taiwanese officials. We're also engaging to make sure affected Canadians have the support they need.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讲，已经甲咱国官方联络，愿意提供援助。印度总理莫迪是伫社群平台发文关心，是第一遍发表甲台湾相关的大文。咱前总统赖清德也转发致谢。目前已经有超过47个国家的政要传达慰问。咱总统府表示诚挚的感谢，讲各国的关心，互咱国感受到温暖，互台湾社会更有力量克服这边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初3发生动兵役。以哈战争，以色列连人道工作者拢攻击，是引起全世界批评。美国总统拜登伫初时时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发出严重的警告，讲美国敢要支持这场战争，即马就要看以色列伫未来敢会采取新的措施来保护无辜的百姓和人道工作者。美国总统拜登讲谈会第一摆为多威胁，那以色列无改变策略，无允准更较侪人道援助进入加沙，未来也会改变对以色列支持。He made clear the need for Israel to announce and to implement a series of specific, concrete, and measurable steps to address civilian harm, humanitarian suffering, and the safety of aid workers. He made clear that 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Gaza will be determined by our assessment of Israel's immediate action on these steps. He underscored that an immediate ceasefire. And how much time are you giving them to make these changes, to implement these concrete steps? Again, we would hope to see some announcements of changes here in coming hours and days, and I'll leave it at that. That's short. Hours and days. 以色列空袭造成7个人道工作者死亡了后，拜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话差不多30分钟，进前纳坦雅胡才对美国提出警告。This is a larger battle. Our battle is your battle. Our victory is your victory. And if we don't have a victory, this will have enormous implications for American security, for our common future.
以下冲突特别半年，美国会坚定支持，甲即马可能改变性别。以色列态度一直拢正强硬，对加沙停火拒绝来表明。两个领导人交情超过半世纪，即马好亲像无国有话好好讲。The relationship is changing. Clearly, we've gone from a hug to a handshake to a slap on the wrist today. 计划埃及边境甲加沙南部都市大块天顶测试清楚引发着乌烟。那边有真侪到到遮避难的加沙人，虽然拜登、纳坦雅胡愈来愈紧张关系更较复杂。美国这礼拜又完批准运送数千粒炸弹到以色列，不过至少要等到明年才交会。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日本真侪所在拢发起募款，真侪所在是插咱台湾国旗的捐款箱。有人就讲，日本受过台湾的帮助，所以这一届爱加倍献这份人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嘛透过社群平台发布中文和日语的大文，讲若是有需要，日本愿意来甲台湾斗相共。来关心韩国、中国、日本的峰会，原本是去年底要办，也毋过因为中国态度保留，坚持要观察日本、韩国的政治情势，尾后呢就要取消这种会议。因若根据媒体报道，刷落来是换韩国做主办国，有可能会伫5月份举办。若是有办，就会让这个超过长4年的三国峰会搁重新启动。继续关心伊朗的东南部真无平静，这是有一阵那亲像是逊尼派穆斯林的激进分子和伊朗维安部队爆发冲突，去攻击东南部伊朗革命卫队的总部，造成上无有11个伊朗的维安部队人员死亡，另外阁有10来个激进分子嘛无命。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地震了后，花莲万里溪的水头，即马因为土石放落来了后，甲溪流塌掉咧，有出现一个长度670公尺，而且3.7公顷的积水湖。目前水已经要停啊，所以呼吁民众唔通去溪边。另外，农业部即马有调降花莲甲宜兰5个所在水防山的警告单，若有必要就要随撤离。规模7.2的强烈地震，予真侪山坪的石头一直放落来，烦恼山区的土石松软，也是阁拄到大水河风险的提高。农业部初三针对宜兰甲花莲2县5乡镇调降土石流警戒基准100毫米至150毫米，以花莲吉安做例，为550降到400毫米，累积雨量若是400还是超过，就会发布红色警戒，强制撤离民众。地震之后呢，山区的土质会松动，那大量的土石崩塌造成的这些堆积，未来可能都会变成土石流的一个发生的材料，所以在未来可能稍微有一点雨，它就比较容易发生土石流。强烈地震了后，林业保育署嘛监测到花莲县万里溪的水源头所塌出一个湖，水积670公尺长，欠水量55万立方公尺，目前稳定溢流。林业署评估，万一若放弃，流到水尾20公里外的万英部落，河水应该是会加60公分悬，离部落差不多10公尺悬，应该袂造成危险。不过也是提醒民众要注意。我们也透过这个持续的宣导，希望民众不要进入溪床来活动。农业部表示，早起7点半已经发布紧急通报，请相关单位管制河道。另外，水保署嘛启动卫星影像的收集，针对全台湾65位大规模崩塌的潜在地区，包括花莲7个所在在内，目前拢无明显山位。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发生规模7.1的大地震了后，各单已经有超过400届的地震尾。学者就表示讲，这一届的地震是咱对921了后规模上大的地震，恐惊地震刷埋去挽着牵动边仔的断层，所以未来有可能这地震会愈接发生，民众就要小心。花莲近海规模7.2的大地震，全台湾拢感受会到，而且灾情不断。日本气象厅研判，这个是属于板块小克嘅断层类型的地震，甲元旦发生的灵长半岛地震是同类型的。在2个板块在挤压过程当中，一个往上，一个往下，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花莲这个地震，经过我们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处理，我们目前初步判断它是一个逆断层的一个形式。国内学者表示，这届地震是921大地震了后上大规模的地震，所以爱观察这届地震了后，可能会牵连边仔中央山脉断层的系统，
因为昌谷断层甲中央山脉断层的系统是相夹的，甚至会牵连到菲律宾海板块、木雷澳大陆板块各界所在，进一步引发其他的地动。今天这个地震，它是发生在林顶断层，那旁边它就有一条叫中央山脉断层，哦，那中央山脉断层它可能会被触动。其实今天这一天里面的有些余震、地震呢，已经在这个断层上发生了。中央大学地质研究所的教授李雪提表示，这个地动引起的余震，是因为板块各界所在本身就是一个真大的断层。当迄个地段出现真侪分岐，拢是地势开发生地动的原因。主要的这些有感地震呢，可能在1-2个礼拜、2-3个礼拜集中在这段时间。可是无感地震，它尾巴会拖很长。前气象局长陈明德嘛，伫人面前打出2张玉山主峰的相片。主峰西面的影野显示，玉山主峰西面受到地动的影响，有小规模崩起，这规个土粉硬硬飞。烟尘算还蛮明显的，表示说那一边的落石很明显。那这个是地震后常有的现象，很多地方会有一些土石松动滑落的现象。针对这点，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地动了后，园区玉山主峰线、北通关弯岭线西段到分量最强，还有中支管步道、瓦拉米步道等等，目前也无灾情传出来。不过提醒民众，地动会地势落石的风险增加。第二来，非必要建议暂时莫去山区。记者综合报道。因在台北市中山区一条巷仔内底有几啊栋厝有楼梯、涂骹甲壁，拢因为地动了后全闭起。专家就表示讲，总共地动煞牛、大鸡条有出现拍车形，也是 V 字形的壁损，就要赶紧请专业的人员来评估。2楼的楼梯这边已经透光了，墙壁已经整个透光出去了。地板的壁损一直向前伸出去，楼梯有碰起来有落落去，拢无平。表面的壁损正大胖，甚至隔壁的电火拢照会过来。台北市大地这条巷仔有几多栋明体楼梯地板壁损拢比较正严重。如果眼睛能够看得透过去，那表示它已经整个穿透了。但是就整个结构系统来讲，还不至于会产生整个建筑物的倒塌或者整个建筑物的结构安全。专家讲，楼梯是八悬八低，未影响结构。梁、条啊、地板、加内的壁，甲结构才有关系。若是壁损正明显，就要注意。亲像梁甲条的控制力削起来，钢筋散出来，接碰的所在有壁损。梁甲条啊有连续明显的 X 型、V 型到 V 型，趋向或者是直的壁损。若是厝内有出现拄啊讲的这款情形，就要赶紧请专业的人员到现场来评估，看是不是有危险。其实它的抗震能力就减低了非常的多，下次地震再来或者余震再来的时候，都有可能造成倒塌，就要事先做相关的结构的补强。专家也讲，唔是所有目睭看得到的壁损拢爱担心，会当用0.3mm 做基准点。就像是隔间的壁、外墙的壁，若是有壁损，会当家己用比原本设计强度较强的空骨力材料去给补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灾情，伫内山地区有60多座大型的水塔，因为地动全倒去，当地人即马是真烦恼，会无水通用。另外，伫中环便道有13搭山架放落来，公路局已经当在抢修，按算上紧是要等到初6暗时会当抢通。40吨的水塔破了2个洞，这边已经做记号了。顶过水源一直为破起所在喷出来，初3透早叫人地动，互台中内山家家户户的水塔受损，有甚至规粒底破去，60栋的水拢流了了。破这粒尔吗？2粒。你破2粒啊？啊，拢几栋的？拢60栋。内山因为自来水无普及，为着压烧柴水果甲民生用水，普遍拢会装大型水塔。目前初步估计有60外个倒去、斜去、毁损的状况，严重影响当地用水。居民讲，定新搁装至少要1至3个月。和平区公所是讲，目前民生用水水源无问题，破去大部分拢是伫压烧柴水果的水塔，已经加强抢修。大顶山地区居民使用的民生用水有简易自来水及山泉水。那目前民生用水部分均无受到地震的影响，那民生饮用水水源无虞。至于水塔破损部分，大多为灌溉用的水塔，那目前都在进行抢修。这边到17.3K 的地方，前后还有电杆断掉。
花莲乡的地档中环便道部分路段石头放落来路基受损甲塌落去，公路局测试持续封路抢修，大型工具机入去6.8公里的所在。那目前我们西边的灾点呢，我们清到了6.7、6.8K 的地方，预计今天可以把它清通为止。东边那边灾点的进展比较慢一点，因为那边的大石头比较多。目前进展到20.4，那希望今天可以打通20.1的一个灾点出来。公路局表示，目前中环便道6.8公里至23公里，拢总有13位山坪规个放弃，全路拢封起来。其中7位是大规模崩塌，一定初6暗时6点抢通。各管工务段提醒民众，地动了后上好唔通进入山区，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即届地动旱甲真热力，连古迹嘛受损害，亲像中华鹿港天后宫大木煞位厝顶嘛闭开。根据文化部统计，目前有超过50笪需要修复。地动来的时阵，标顶怪瓜丁摇摇海海，附近的店面甲游客拢真惊。吹沙早起的这场地动，互真侪人惊一个。古迹业传出灾情，决定古迹中华鹿港天后宫，若是查结果召回，厝外大牛甲厝下也有必损。山川殿、中殿以及我们后殿屋檐第2层跟第3层屋脊跟脊带的部分有明显的龟裂。伫台中的后里糖厂，这支登录真侪历史建筑的烟筒，也因为地动出现大面积翘起来崩来，还有真侪条壁损。糖厂讲，本来就已经向文化部争取要修理，工程就还未开始就拄到大地动，结果损害更加严重。暂时在这一段可能会有一阵期间先把它封闭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让游客进去到里面。另外，花莲吉安的庆寿园是花莲的关定古迹，也是台湾现存上完整的日本式寺院。伫地动了也出现结构受损，表面效果真严重，现象甲雕塑也出现断气甲壁的情形，损害真严重。像这个上方已经严重的脱水。okay. 对，剧烈摇晃之下，左右摇晃之下都脱损了对，像这个这原来的它的卡的地方已经都脱落了。文化部统计，到初3，各地文化资产财损总共59个所在，包括13个国定古迹、17个关定古迹、27个历史建筑、1个文化景观、1个自然建筑群。其中花莲较严重的包括吉安庆寿园等4个关定古迹，还有花莲古酒厂等9个历史建筑，还有1个自然的建筑群。因那边仔的大东关受历史建筑万安庄桥等2个历史建筑物受损。另外，伫新北市的国定古迹、罗州的李梯，还有邦桥的林家花园也有受损。文化部表示，将会赶紧去现场会勘，协助各项修理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因那清明制作全台湾规模上大台南西港价古厝十远子孙7代，买200人回去陪亡。手客亲乡祭拜，再搁由江家古厝的主事江明德代表献茶、酒、花果，带了众人贺金，表达对祖先的追思之意。逐年到了清明节制作的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江家子孙，拢会倒来故乡扫墓，死了就将近200人。依据江家的开基阿太祖墓前来敬拜，场面是真壮观。因为每年回来这边其实人都蛮多的，那也很高兴说江家有维持这个传统，就是每个清明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回来祭祖，还有这种慎终追远的观念。位伫大山线边仔的南西江家古厝，具有市定历史建筑、甲传统古老顶相撞的民族身份，是地方重要的文化资产。追思陪亡的嘛，大概伫咧100-200人啦，上长辈的辈分是19代。上少年的来到25代，做先祖安尼所留落来遮的物件大家是受益良多啦。当然陪亡嘛是一个追思啦，大家嘛真欢喜，每年会当来制作。分布在各地的子孙，大概有几个时间点会回来了。那一个是清明祭祖，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农历6月20号构一个立定的仪式，就是这1年来出生的男丁，把它列到我们的族谱里面。那这江家的祖孙对这个祖先的祭拜跟神明的祭拜，都是一直以来非常虔诚，所以这个传统其实是一直传承下来的300年。这次制作了后，江家嘛鼓励后代子孙未来踊跃参加，希望将孝道影响传承到后代子孙。记者王正云台报道。再来伫新竹看伫参建成300年的展览。头挂 VR 目镜，透过手中的控制器，在半空中画来画去，
免10分钟的时间，一张色彩丰富的数位创作就完成啊！艺术家讲，甲一般的实体创作相比，透过科技会当互创意更较无限制性，通完全发挥。我就是要戴着 VR 眼镜，然后在虚拟的空间画出3D 立体的线条。我觉得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有很多想象的可能，然后你都可以直接的用你想象中任何的世界，任何非常可能不合理的内容，它都可以轻易的表现出来。另外一项是利用 VR 技术，让民众只要挂目镜，就当来到虚拟博物馆参观艺术创作，而且可以使亲像手机同款，把作品放大来欣赏。如果说你能够在自己家里面就能够欣赏到艺术家的作品，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事情。所以我们用了这套系统呢，你可以戴着我们的 VR 的眼镜，那么在徜徉在我们的一个美术馆、艺术馆中，那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艺术体验。台湾艺术大学以德产建成300年做主题，在新竹美学馆展出多项作品，除了有新竹渔港水彩创作、新竹玻璃创作以外，也因为新竹有科学园区的关系，所以特别结合科技，让展览充满在地特色。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关心天气，北部的温度20度至25度。中部的温度是21度至30度。南部的温度22度至33度。东部21度至29度。外岛15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